后来继续来看南投德山的薰草站，是日本时代的建筑，当年是用来放德山甲鹿国的薰叶。尾也经过整修，有文创商店入去经营，边仔有一个免费的停车场，讲不是互人霸占来停车，有人一个停就停一天，甚至阁有人直接甲货车驶入去场内来拍笋干，害要来消费的游客无地停车。即卖业者无排除要来收停车费，遏制这个乱象。一个货车驶入德山薰草站的免费停车场，驾驶一个落车道走去后车道整理面顶的笋干，车道安尼停点外钟，伫遐拍笋干。汽油，这样不会危险吗？后道要有一桶汽油透中道，安尼伫拍，互人看到会惊。这伤含啦！免费提供你不用当做你家己财产填着。 毋是讲即台拍笋干，搁载汽油的货车尔，搁车主将即个车停伫即个薰草站的停车场，一停就是规工。结果游客要来观光，无车位通停，只好沿即个停车场的边啊停规排。有很多游客进来，然后看到没有停车位，然后附近也不好停车，就可能就直接转身离开。那相信对我们这边的生意啊，然后对附近的生意也都会受到影响。 德山薰草站伫西元1941年日本时代起的，较早是专门用来放当地薰叶啊。后来经过整修，文创商店冒来，业者为了无要影响交通，无甲游客来管制。啊，即摆因有一寡人为了家己方便霸占车价，因拍算要收费来阻止即款乱象。